應該喺我哋呢幾廿年嗰個拍攝嘅歷史上，其中一套我諗都有少少里程碑狀喺呢方面美術嘅花嘅功夫。咁第三咧就係點解我哋要花費咁多功夫時間努力去做呢件事咧？就係我哋希望可以有一套劇係因為今次個故事係喺唐朝嘅故仔嚟嘅。咁我哋好希望即係呢個劇能夠真係拍到個成件事嘅氣氛，成個就係佈局嘅氛圍等等咧，係令到我啲演員係可以好投入，都相信自己係喺唐朝嘅人。咁所以花咗好多心思、好多努力落去。咁希望大家到出年我哋真係睇到呢套劇播出嘅時候咧，係可以享受到一個好精彩嘅唐朝經驗，非常綺麗精彩，同埋今次好特別嘅，仲有懸疑添嘅嚇。咁我唔好講咁多嘢啦，我哋留翻個時間俾大家介紹下今日我哋咁多位演員同事出場。唔該晒盧先生。09年一出《宮心計》50點收視咧，確實係有嘅聲勢啊！三好嘅精神咧，亦都長留觀眾嘅心底。嗱，好多人都話好睇。所以咧，2017年我哋再會有《宮心計2深宮計》，以鑽石級演員陣容強勢回歸，仲有強大幕後團隊盡情發揮。馬壯人強，咁我哋請我哋劇中嘅演員華麗登場。今次仲會加入全新嘅懸疑推理元素，破解謎團，解開層層圈套。先請智威武嘅龍武軍報道。有請施俊哲、姚雲遠、黃耀煌、朱慧琳、譚偉倫、蔣景恒、方少聰、李家俊。唔該晒咁多位。保家衛國有滕發，維護正義有方正，合骨丹心有唐仙，忠肝義膽有呂峰。我哋係法證先鋒，人才濟濟，破案最實際。龍武軍又確係幾威，不過有邊個架勢得過大唐皇帝？咁我哋有請李隆基、呂珊、陸思韻、曾偉權、韋家雄、陳嘉嘉、沈愛琳、吳以珊，唔該晒。哇！真係陛下。梗係一身龍袍，冇花冇假。唔該晒。人多勢眾，真係辛苦晒各位兄家。眼前盡是衣香鬢影，極具奢華。都係陛下福澤遍佈天下，講得啱啊，駙馬。既然大家咁開心嘅話，不如擺個筵席，賞下花啦，好嗎？一於照宋王妃你咁話啦，咁奴才係預備設宴御花園啊，聖上擺駕。好咯，後宮有節目，咁就梗係輪到上宮局啦。有請張偉儀、羅琳、康華、張文慈、何燕娟、黃卓琪、陳庭欣、黃欣、白雲、羅仲恩、吳佩瑜、張嘉琪、楊家寶、劉嘉琪、曾遠山、朱菲菲。唔該晒。有我絲製房負責華衣美服、錦繡長袍。有我絲珍房精製嘅鳳凰金釵，捧着流蘇。我施志前打理華麗陳設，花花草草。有我絲線房預備百味珍饈，桂圓甜糕。四絲同心，能順方好，施展渾身解數。恭迎上宮大人。有請謝雪心、賴慧玲、何佩文、陳婉婷、吳子文、陳正雲、鐘玉晶、梁欣、吳嘉怡、趙碧如。唔該晒。今日陣容鼎盛，真係意想不到。大唐高規，你哋知唔知道？我哋都知道，係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你哋想唔想更進一步？有冇一啲更新、更好嘅口號？我哋一早就諗好，在地同行，跳躍飛騰。呢句夠好唔夠好？你哋心思獨到，的確係最好，真係好。我哋全部歸組。氣勢如虹啊！呢、個江山必定國運昌隆。跟住有請李隆基個仔李隆基出場。李美維，你係咪搞錯少少嘢？係咪搞到亂晒大喎？我講緊呢個呢，叫做唐玄宗。有請馬浚偉、馬國明、蕭正楠。好有氣勢。唔該晒。朕預祝大唐國泰民安，日日喜慶滿堂紅。由我哋兩位為陛下作先鋒，諸奸除惡，問天下誰敢不從？好，馬國明接旨。一嚟就接旨。朕命你馬上成親，早日完成人生大事。咁咪即係奉子成親？咁你好快要派利是？陛下賜婚，求陛下賜俾小女子。有請黃心穎。何來女子如此後擒？睇佢只係區區宮中嘅女士。唔該晒。呢姑娘，請問你係睇中咗啲乜嘢啊？不如話俾大家知啊！佢一表人才，胸懷大志，高大威猛，心地仁慈咯。好啦，呢啲緋聞嘅嘢唔搞住啦，大敵當前，唔能夠輕視啊！你哋個大敵梗係大唐中皇后韋氏。咁就唔少得太平公主同佢對視。有請米雪姐、陳偉偉哥、葉倩文、程浩、羅丹紅、關婉珊、李文芳、曹思思。哇！沙塵滾滾啊，殺氣騰騰。咁就皇帝都要唞一陣。唔該晒。千古罪人，竟想做人中之龍，簡直係白開口夢。我身為先帝嘅皇后，功蓋九天，何罪不能容啊？但時移易逝，後宮已經由我哋去操縱，你哋爭都冇用。唯有擺駕回宮，等待時機，再次風起雲湧。有請胡定欣、劉心柔、周秀娜、郭千源、陳華欣、李泳兒、李天頌。唔該晒。你哋聽下我勸啦，何必鬥到天昏地暗，七國咁亂呢？係佢唔抵得皇帝對我咁好，係都要將我趕出深宮6年。我身為後宮之首，唯我獨尊，唔好怪我不擇手段。我都唔會對你手下留情，睇下幾時你個了斷。其實又何必爭權啦？只要心懷善念，自然就會大團圓㗎啦。後宮之中一個情字，引起幾多恩恩怨怨。咁有請佢哋嘅情郎出嚟，再續前緣。好，唔該晒。今日台上嘅男嘅就俊朗啦，女嘅嬌俏，所有演員一身華麗閃耀。全靠我哋全劇嘅靈魂人物，總監製小青姐眼光絕妙，
知道每個演員唔同嘅需要，事事做到盡善盡美，樣樣好到超晒標。咁我哋有請小青姐上台同大家靚仔靚女影翻張大合照。有請電視廣播有限公司製作部戲劇合拍總監宮心計兒心公計總監製胡小青姐試做。咁多位中間唔該。咁先同大家講聲多謝先。我知道小青姐有啲嘢想同大家講嘅，有請小青姐。係啊，我首先咧要好多謝我哋咁多位演員咁努力嘅演出，花咗好多嘅時間，同埋我哋寫好好嘅稿。咁啊，我哋宮心計2，我哋今次要開嘅宮心計2心公計咧，宮心計係3好嘅，俾咗我哋嘅好好嘅3好。咁而我今次都係有一個3感，我好有一個感受，帶住一個好好嘅團隊，我覺得好自豪。因為我哋嘅製作組、創作組同埋一個部門咧，我哋日以繼夜去做，咁每一次我哋個個都唔理係自己一個咩個部門咩成咧，全部已經開咗好多晚通宵，所以我覺得我哋個團隊好好，俾我一個好好嘅感受。咁亦都係一個我好感謝咗我哋今次傾嘅演員好順利，每一位一傾咧都好掂當，咁樣咧就係好多謝你哋對我哋嘅信任，好感謝你哋，我哋將會做得係更好，去答謝大家。另一樣嘢我真係好感恩上天仲俾我一個機會嚟製作一個咁好嘅劇集，咁我希望今次我做一個好好嘅成績出嚟，好唔好啊？咁我哋除咗我哋嘅3感之外咧，咁我哋真係又要3好，我哋要劇本好、製作好，同埋我哋意識好。我哋嘅意識係點好咧？我哋係人善天不欺，咁樣咧中間咧冇人欺我哋嘅，仲係好幫我哋嘅。咁我哋有請我哋嘅部門嘅大阿哥劉家豪先生，同埋我哋嘅製作人張文先生。有請電視廣播有限公司製作部戲劇合拍總監劉家豪先生及企鵝影視自製劇製片人張文先生。請家豪哥同我哋分享下先啦。大家好，心公計好高興能夠同騰訊企鵝影視合作，張總，我們肯定合作愉快。哇，普通話。心公計嘅團隊們，你哋嘅作品將來能夠喺一個實力非凡嘅平台裏面播映，佢哋嘅點擊人次唔係億聲，唔係10億聲，係百億聲。所以你哋係咪真係要奮不顧身做到最好？係，好。不過唔需要粉身碎骨啊！好，咁呢幾個月嚟呢，其實你哋都俾我睇到，你哋真係日以繼夜、夜以繼日、不眠不休咁樣努力，所以我好深信你哋將來嘅作品係一定係好有誠意咁樣俾觀眾睇到一套好好嘅巨製。咁知唔知我哋5樓叫做係合拍劇？除咗我哋係同騰訊合拍之餘呢，你哋嘅團隊係最合拍嘅，係咪？咁公司亦都全力 support、全力支持你哋嘅阿杜生話嘅，係咪？好，咁我喺呢度祝願心公計拍攝順利，收視長虹。多謝大家。多謝晒家豪哥，亦都有請張文先生同我哋分享下。那个我就只能说普通话了呀。那个，因为之前在对，粤语现在还是只能听。对，刚才那个小金姐这边也说那个这个剧咱们
剧本好，说这个可能制作也好，基础好。然后我觉得还得加上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还是两个最好的平台在一块儿合作，就是我们的腾讯视频的平台和 TVB 的这个平台。那这次也很荣幸能代表腾讯、代表企鹅影视来参加这次活动来参加我们这个《宫心计2之深宫计》的这样一个发布的一个活动。那这个深宫计是我们企鹅影视和 TVB 合作的3个非常重要的项目中间，应该是制作体量最大的一个项目。这次也是非常非常有幸能跟嘉豪哥跟这个小欣姐一块儿来合作这个项目。我相信通过我们双方共同的一个努力，把双方资源来做到一个最大化，能做出一个最好的一个作品。《宫心计》当年在 TVB 这边应该是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在内地其实也有非常多的影响力和粉丝都在关注着这个剧。然后这次我们能有机会来重新用最好的资源来把这个剧经典重置一下，我相信一定能产生最好的一个效果。我也期待在18年的時候，我們能把這部劇以一個最好的姿態呈現給大家。好，謝謝。謝謝張先生。咁我哋有請劇集監製方俊華、編審林兆之及阮美鳳出場。仲要我哋請我哋最支持我哋嘅杜生 Phoenix 同我哋一齊，真係俾咗好多嘅支持我哋。最後再次多謝咁多位嘉賓、傳媒朋友出席《宮心計2深宮計》記者招待會。請各位嘉賓先到台下就座，演員繼續留步俾傳媒朋友繼續影多幾張。